大家好，我係菲菲，來自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，歡迎回到我哋嘅成功營銷案例系列，專為香港市場推廣人員和中小企老闆設計，拆解全球創新策略，讓你直接應用到本地。上集我哋講咗 Branch Basics 用媽媽真實轉換故事賣清潔劑，今日第30集 Inbox 嘅紋身網紅長期大使策略。呢個加拿大臨時紋身品牌從2015年起步，專揾年輕生活方式網紅做長期大使，讓佢哋分享紋身2週真實變化過程。話題 Inbox 喺 Instagram 累計超過300萬貼，低成本卻產生高度真實 UGC。2025年銷售繼續穩定增長，證明長期大使加真實體驗就係小眾潮流產品最強社群推廣。準備好未？讓我哋拆解呢個敢紋又唔敢真紋嘅聰明玩法。Inbox 由加拿大兄弟 Tyler 和 Braden Hanley 於2015年創辦，總部位於多倫多，品牌核心係植物基 For Now Inc 臨時紋身，持續約1到2週，好似真紋身一樣，隨時間自然淡化。產品超過3000款設計，從極簡線條到複雜圖騰，應用簡單，壓貼加顯色液，強調試紋身感覺，無需一生承諾。Inbox 循電商起家，後開實體快閃店，目標客群係18到35歲年輕人。Inbox 唔做一次性贈品，而係建立長期大使計劃，揾年輕生活方式、時裝、音樂、藝術類網紅，多為5萬到30萬粉，簽半年至1年合作，每月寄新設計紋身，讓大使自由選擇貼喺手臂、背部、腿部等，分享完整2週變化，第1天深刻，第7天自然，第14天淡化，要求真實日記式內容、心情、朋友反應、場合穿搭、淡化感受，大使獲專屬折扣碼、佣金、優先身份，甚至參與設計。品牌官方轉發最佳故事，鼓勵用戶上傳自己體驗標記話題。Inbox 話題 My Inbox 天才之處，紋身最大痛點係後悔。Inbox 用2週真實體驗解決恐懼，真實變化內容超具說服力。UGC 自然病毒傳播到 Instagram、TikTok， 話題 Inbox 係 Instagram 超過300萬貼，大使內容貢獻超過75%，品牌曝光。2017到2021年銷售從數百萬增長到過億美元，最新到2026年1月，2025年收入穩定係約1.5億美元區間，成熟期穩健增長，重購率同大使流傳率極高。公司2025年推出自訂設計工具升級，更多藝術家聯乘，如本土紋身師永續包裝。國際市場亞太區包括香港年輕人對臨時紋身接受度高，增長顯著，預計2026年維持中單位數增長，重點社群同新設計。香港朋友，呢個策略超適合我哋年輕人鍾意試新潮流但驚後悔嘅市場。香港人對紋身好奇但又保守。Instagram、小紅書臨時紋身內容佔多。Inbox 嘅成功話俾我哋知，小眾潮流產品用長期大使加真實體驗分享，就能見高忠誠社群。例如1中小企飾品、臨時紋身、指甲貼、染髮，揾香港年輕生活方式 KOL 簽長期大使，每月寄新品，換真實變化日記。2要求分享第1日到第14日過程、心情、場合。3結合本地潮流、音樂節、約會、職場隱藏紋身。4針對香港年輕人，強調試紋身感覺無壓力，推出香港限定設計，如中文字、維港元素，鼓勵小紅書、筆記同 Reels 分享，成本低、黏性高，特別適合中小企係潮流小眾市場，建立口碑。Inbox 聲明俾用戶安全試錯嘅真實體驗，讓網紅長期分享變化，就能將小眾產品變成年輕人潮流必須。即使2025年市場成熟，仍靠大使社群穩定成長。香港市場年輕人鍾意試新嘢，開始揾長期大使，你亦能讓品牌成為敢紋第一步。你有冇試過臨時紋身？想為自己品牌揾長期大使？留言分享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訂閱。下集我哋拆解 Nike 嘅價值導向品牌哲學。我係菲菲 Unicorn Creative Limited，我哋下集見。